各位下早好，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台北亚道的繁华还有怀旧风情，多样的食材还有料理方式，高用变化出多年的饮食文化哦。总铺市呢融合的国家的料理，唔但止可能满足台北人，还靠设出好面食，还有对品味的要求。川菜的麻辣，老客家菜的咸香，安用的将做的变化出香料的好面食呢。另外呀，基于地道的羊肉煲，安用的萝叶汉肉菜，变出滋补养生的汤品呢。今日就睇到民族跳下来去台北，你品尝吃辣的农料理，含个滋补暖胃的玉山羊肉煲哦，来哩！台北天黑黑的年轻度，兼有国际化和本土发展，多样化呈现出无同样的面貌。呢片嘅大众交通工具，本年代啲万那嘢都系高流嘅爱，不转身来到历史长久嘅老街巷。做事地度很迈嘅发力，大三人啲亚道嘅讲出讲热，讲价独家，展现出市场各种嘅面貌。台北嘅夜景，福冈金奶奶嘅，讲景好有点清，俩就系台北常见嘅所在。接近天光嘅时节，我同老太哥约啲盐山七院茶头见面，正经当期待哦。哇！按照啊，天主还蛮讲，老太哥约到亚道嘅七院站，佢讲我等下去买鱼嘅，按照怕喺我等下去鱼市场吧，落去看下，等下叫我等下去来，等佢嗨。嘿，老太哥嘛，好，按照嘅民族，哎，民族你好。太公佬要按照，还有等下去鱼市场买奇奇嘅鱼嘅系嘛？哦，唔系，唔系。哎，那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哦。对对，因为等一下去了就知道。陸景看泰國苗栗客家人，當然想嘅佢對食材老料理都有自家嘅看法，還有想法。識得到佢下用世界級廚藝大賽總冠軍嘅功用，還是佢下本嘅食譜，還卡係電視台料理節目上菜邀請嘅總廚師哦。對開創台灣多年嘅飲食文化流行嘅林新猛，係一個當有才情嘅料理藝人。哇，泰國你有冇到到按山檔嘅地方？是啊，很神秘耶！你看这边风景很漂亮，真嘅，而且都山峰洞朗水已經未到邊哦，对啊，對不對？对。哦，真嘅耶！對好多魚塭哦，1、6、3、4，按到10個啦。OK，這個大哥。大哥，按在哦。哇，哎，你看一下好大方哦。没事，哎呦，哎，那搞咩好趕你？苗栗啊，我們3個都是苗栗好趕你呢。对啊。曾門群泰國苗栗客家人，雖然講客家人較少做風險較高嘅養殖業，不過泰國實踐認真，對學嘅環境、學嘅方式，還有無同樣嘅魚合適馬街嘅料理，都有當成嘅研究，還有設計嘅經驗哦。尤其係啲安陽落雨天，冷颼颼嘅天時地度，還係同樣嘅做事，攞到比糖種魚，真經很辛苦哦。1.7哈，上面苗栗魚，這個台北3大公的種魚，3斤塊哦，都在養魚，養好係冇？這麼好嗎？這麼乾魚？你走，你還不怕你走？哇，哎，按比有多少斤哦？有。真的呢，要有泡泡哦。這大概有幾多？就幾多重呢？炫动鱼。對啊，鱘龍魚很貴呢，都等我收了。哦，啊，都拿泡泡按3檔高了就。3個水較強啊。哦。哎，迄水槍後，人咧講，有個肉質冇用嘛，個樣樣啊。求神啊。哦。哎，啊，身體較雜，是不是？就像買呀，它當好那種進球，是不是？肉質就雜啲啦。它要倒閉進倒出來嘅水，它是算什麼水？伊迄個陽明山啊，海豚山下迄個水下落的水。山泉水。山泉水。哇，對啊，溪裡全部都要倒閉嘅山，下來嘅山泉水啊呢。哦。
钓到尾的山清水明，环境又清。太哥讲，阳明山的泉水世界有名，泉水自然纯清，本人看作是珍贵的高天水源。听讲在日本时代，还是本人先做专门用来制作蓬莱米的铁器哦。钓到尾的泉水，清鲜又甘顺，炸得蒙沙烟，空气清新的环境度，游出来的鱼儿，唔但唱又皮又有发的，落在还卡是天然甘甜，完全冇奶味哦。哇，咁天氣薄嘅啊，落雨都冇按到，剛剛水就冇按到哦。还蛮早是汉姆酒。对不对？你们一都好雨都该一箩汤哎，所以才有安样一个波滚的。水是。看你们两个买那个那个吗？我们就用那个糯米。就用卤嘛。那个。OK。卤好黑嘛。很厚。对，很厚。很厚哎。很厚哎。对。为什么不用熏鲈鱼那些呢？蒸鱼啊？因为鲈鱼啊，在一般的我们的市场里面都经常吃到。可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鲈鱼跟一般的市场差别很多，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跟不一样。做的比告之类的。对。好的，所以副总亚哈，你要下去抓鲈鱼给我吃，对不对No， 你下去抓。哇！对，这个火煮料理你来做那个跨意的动作。OK。一眼太高，应该有说你不去做，来不去做，等一下做下就不会不去了。好。温和怪的钟，准备落到水度去走路储存嘅山度，天时同样系行较寒呢。虽然讲觉得撞皮，但系本人感受到冷热骨嘅感觉，又丰富无数到污染嘅水源体，直接影响嘅鲈鱼嘅产量，还有经济效益。看到鲈鱼当为充实、太实色，故受天作嘅分开来用。另外呢，太热、温差也会造成鲈鱼嘅抗病力降低，造成死体。呢其中嘅恒温是去当到哦。因为呢个天时状况，食材唔係以好，一下也太，一下也細勁咯，加落去上下合作料理了。老师傅，真嘅呢，弄不会好，讲一蒸一下就来啊呢。对，所以我们就赶快下来。你看那个陈大哥马上就要叫我们赶快下来。对啊，因为他那个我们一下来，其实他们还在上面。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鱼它的温度啊都要控制得好。你越下越大的时候，人都不能离开。真嘅，嗰條到嘅留意，嗰啲辛苦啊呢。对。所以下地鋪，而且用嚟處理咧。对，我们那个陈大哥他们鱼已经帮我们挂在。嘿呀，剛剛有先處理過。对，可是我们看这个鱼我们一拿起来的时候，你看它的鱼，它其实这一个的斤两啊，差不多平均在1斤600公克。对，然后600公克其实就是一家4口吃的刚刚好，所以也是最好吃的鱼啊。对，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拿出这个汤匙秘密武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汤匙啊，它其实最方便，在家里每个人都有。可是有时候你刮鱼不见得有，对不对？看哦，来，这个有没有？你看这边就有鱼啊，这你不会弄给导演。对，它这样子的话，吃起来就会碍口，然后不好吃。冇按酸黑完呢。咁你做嘛唔用嘅刮呢嘅刨刀咧？刨刀有时候家里没有怎么办？就用汤匙就好了。上面这边然后在这里都就是刚好是脚的地方。对，还有一个地方这里。有没有？这边这边最多的。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你刮过之后啊，人家吃起来就会很好吃。口感会较好啊。工作做料理啊，这个要懂细心细腻，就上到我大白去处理给噶哈吼，人家也虽然已经杀好了，回到家还是老给到绑模案的。对。所以做料理的人气感要有心嘛呢。师傅，甲杜氏的部分要照处理嘛？要。哇，也可以地图有唔乱呢。有。甲买甲哈嘿有乱的，发会较贵模呢。冇。一样价钱。一样价钱。啊，我们赚到了。对。老师傅讲，接上5度控得皮有劲嘅唔乱，切腿係3到4斤以上嘅太米鲈魚才會有。韓國要學到暗蟲，係要需要2年嘅時間，真勁係當難得咯。師傅講嘅，地經流通嘅水度，上細佬鲈魚度嘅歐洲東西細搶嘅氣口，水出來進行下泥鋪了。倒下去。然後你是在雕花嗎？
对，一般呢，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啊，切片跟雕花的味道其实都一样。对啊。而当你雕过花的时候，其实它的价值又升高了。本来是这一盘只要150块，可是你可以刻完花之后可以变成400块、500块，所以差别就是在这边，好不好？很功夫哦。用马蹄尼就弄得这么的，好像在雕浆一样。来，一上。第一个比较高，第二个就低一点，合起来转过来，对。一上，一下，哦，可以。有个花样出来就有个花样出来就好。讲真给你啊，像我刀工这么差，那个我敢切都，你看这浪费了这么一大块，你有没懂大送色出来？它其实不会浪费，剩下这些食材我们就把它切成末，我们在炒豆瓣的时候会用到它，所以它每一个东西都用得淋漓尽致，对，所以比较没什么关系。真给你，大家绝对都来都丢了。可是你看师傅，你雕的形状跟我雕的真的差很多，你看。熟能生巧，对，刀工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看得好细致，来就冲，对，好像变乐高了一样。不会啦，这丑的自然美。还有那个是丑的比雕吗？我们这菜脯，老菜脯，老菜脯。哇，好古早味哦。这个我们腌制差不多有1年半了。好，然后起来的话，它是这样子封用，有没有？好香哦。对，尾巴脱掉，一刀2断。好，不要害怕。喷进我的眼睛了！马拉含油，讲一次，马拉含油，不是马拉。很香啊！像你亚洲哎哦。对，这是它自然腌的、自然发酵的，这都是它的那个精华的那个盐巴。这个这真的是可以拿来存到远红低度哎，会变越来越有价值。对。然后这个我们要用之前，我们先要拿去冲水，因为它这上面的盐巴要把它冲掉。这样，来，我们这个把它切成薄片。这么薄哦？对，它在煮的时候它比较容易释放出来。这可以生吃吗？可以生吃，可是现在有一点咸，可是它很香，懂没有？不会比干，不会正干，对。就按有好东西啊，拿来沟通，等一下汤头的味道全部就抠给。对，好，我们今天有3道料理，鱼的3种料理的鱼都不一样切法，都不一样切法。第一个我们是用是一个用豆瓣的，是整只鱼的，来斜刀一刀下去。有没有？它转过来之后，这边再切5刀来。好，今天很放心的把刀子交给我。没问题。我相信拿刀不会伤害我。对。亚根啊，切肉可以感觉它的肉质很丰厚。对，好，可以。这一只就是豆瓣的。豆瓣鱼就这样处理就好了。对。这个太简单了。这个简单，对不对？太简单。那还有什么有挑战性？对，来，我们要煮那个我们刚才所切的那个菜脯，先尾巴脱掉，一刀2断。好，好不好？好，来。要不要换我了吧？对。阿鸟尾哦，不要害怕。喷进我的眼睛了！这个在切这个时候，它因为它有些的那个，就是我们讲那个鱼的肉会喷出来。对，有时候会喷到眼睛。那你这样子切的话，其实我讲它把那个鱼肉全部把它挤出来。我现在想到，俺妈妈煮菜很辛苦哦。对。但你把周料理给它，我们切豆薯哎。有，这个有没有？这边这个整个都是。好长。这个都是切掉，然后再长出来的。好痛。对，可是过程，对，越切深越会当大厨。太粗嘅養生，切對唔係短時間做得到嘅，就係人家講嘅台當1分鐘，台下10年功。蘇杭也以特別把伊等師傅對料理嘅熱情，未成就出百變嘅煮食功法，還有打破傳統嘅傳式好菜哦。剛才備料比較慢，對啊，然後我們在煮的時候速度會比較快。亞基發意思就是請我不要打擾他。不會，我跟你講，我還是要講清楚啊。對，然後給它下去之後，先把水燒開。對，老邊剛剛都我們正在產咖跟魚粒啊。對，然後這個我們剛才切的這個魚塊啊。
要快啊，鱼才会好吃。然后再过来我们要第二道菜，油先下来，然后油先给它热，油一到水会喷。对，那你不怕它？没有，不怕它喷，它就不会喷。我不怕它就不会喷。对，骗人的。然后我们这时候拿姜末，刚才就是你切大一大块，把它剁成末。然后蒜末。好，蒜末，先不要搅一下。然后来豆瓣。辣豆瓣酱。对，辣豆瓣，我们最主要是要让它的那个豆瓣的香炒香。好，这个时候我们加水。好，然后这一点点的酒酿。还放酒酿哦。让它有一点点香气。它味道已经那样麻的香味出来，就是一直很想打哈欠这样。这在家里如果有2个炉子的话，你就一个先把它煮起来就可以。没有啦，只有师傅这里有，谁家里有这么多炉子啊？对。然后再过来我们要煮第3道菜。马上进行第3道菜。对，我们煮酸汤鱼。酸汤鱼。有酸的话，应该有些川菜的味道喽。也有我们客家的那个味道。它也可以传哈。川客菜结合，它精神它被我天东那一道。它会有一点辣。辣是说传出一些这些的，然后麻。辣油麻。它加出来。它刚才就是咸。鹹香。鹹又香。香。不说有麻辣鹹香。讲一次。麻辣鹹香。不是麻辣啦。麻辣。鹹香。鹹香。好。这抓好之后全部都要去它会烫一下。烫一下就好。对，烫一下就可以。放在上东面。好，再过来我们现在加一点油。好，要来炒。姜末跟蒜末。然后先把它炒香之后，再过来我们加一点黄椒酱。要给吗？对。黄椒是算是川的味道。对，它是类似腌制法，有加上一点点把跟高粱酒下去腌。对，然后这是用我们的那个甜黄椒下去用。因为要做黄椒的酱料，做客家推理度它是有纯的。我想就是因为它甜好像这里都很有米气哦。好，我们等下滚一下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就把我们刚才腌制的酸菜，把它倒进来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对，它等一下就加上一点点味道起来。好容易上手。对，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倒进来。好。那因为它这个影片已经切好整片，所以它的时间会比较短，6分钟就可以。6分钟。对。而且前面那边差不多不会好塞。对，所以我们现在把盘子拿过来。好，看那个耶。好，来这个要装盛盘的。好。来一点点的盐巴。轻波米不用先盐。两妹。好。糖一点点。一些糖。对，然后再过来一点点的鸡粉，炒起就可以了。这算是来踢100都周下地度，一镜到底哦。到时候原来出来周锵锵哎，而且又很快。酸汤豉油料，菜脯唔同，香油甘醇，唔要等上瘾，略略的调味料，老辣豆瓣酱炒香，色粉油酱，辣又 Q 黏嘅酱淋上去，豆瓣卤就好食了。来哩，你复记了。周师傅，大家都做哈，很 Q 啊，做料理噶哈，我真的来不及看，可能我专一看一个节目看懂多摆，来咱们好不好？你看用3两哈边边呐，就变出了澎湃的料理啊。好，要汉啊，现在生来脆脆嘞。这个如果取名字的时候是菜脯鲜鱼汤，那么你看它的那个鱼肉非常的白。真紧的，蟹拍的呢，像人家拍蟹公主用的。哇。拄好也个有名都在一些都市的地方哈，油质，好雪白哦，肉块不，洋洋又很 Q 哦，它那个有一些鱼肉是松松的，它这个是鬼坤嘞，然后还一个，你看，它还是一样。你看很扎实的，懂 Q 哎。你在写的时候，那个咬觉的当中，它的肉质是好像类似弹牙的。真的。然后它因为它在冷泉里面，就是冷的那个餐卷脆，然后越冷的话，那肉质越紧实。对，所以它养殖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肉质非常多，然后完全没土味。对。一些都唔会有奶味，这真的是不在话下以外，它的肉质真的像我早上都会走 Q 用，它会弹呢。为什么跟你的3马蛋糕有一些跳动的感觉，一点都不夸张。对。也可以同感情哦。
嘅做菜，对食材嘅了解和坚持，但係一時都唔會馬虎。用3000歲學嘅動物，雖然講價是較高，不過就算係簡單嘅做法，就做得到食材本身嘅精華，其有效嘅氣息，自然嘅上磅上稱融合哦。好，我這兩個。中尾啊。我是哪一個部分較好吃？對。哪一個部分比較好吃？這邊。這邊。兩個。你看，咕溜咕溜，有沒有看到？就剛才你切的那一塊。我切的，確定。然後吃看到米稀的哦。除了肉質飯那個以外啊，兩個中料呢，我條到喺呢邊係冇食過誒。酸酸，各位呢最美味是咧，辣子味香味，香氣一直上來這樣子，各位給酸吃，那會讓你吃了一口又很香，我找過是咖喱黑丸的。你在吃的時候，我的嘴巴一直在喊，因為唾液一直分解，因為那個很香。真的，我唔怕得吞下去耶。不捨得吞下去，因為它就在這邊，給你都會翻轉你的味覺這樣子。然後最主要，它這個是川菜的一個麻香。它川菜感覺精神都在。對，都在辣。那因為在醃製菜的時候，其實川菜的那個酸味沒有像客家菜的酸味那麼重。所以我們加上一些這個客家的醃製的一個方式，直接把這兩道菜結合在一起。對，然後大部分醃的都是菜脯嘛。不是，你看一個啊老呀川菜老客家結合的啥酸辣麻香地度全部都地度，而且呢還有各種不同的算是味道的來源結合起來，變成一個川客的秘密。純粹辣嘴唔辣線，唔但將米線到邊，落在還未前面，倆就係川菜嘅精髓。倆出刺激酸痛、鮮香曲辣嘅泡菜，本人生嚟健吞口水，三唔會炸鐵起唔嘅風采。韓國話調盤濃嘅成煙，就係一盤適當醬嘅風景哦。調盤經過嘅特別嘅調味過後，麻辣鹹甜，合適攪翻來食咯。你對於客家嘅文化，就會客家文化這麼認同，而且唔但唱係音統聽聽哦，你是很深入的去了解，為什麼會讓你有這麼深的了解？因為我其實在小時候阿婆做的那些料理，就是慢慢的已經失傳不見了。那我們最近就一直跑了全台灣的客家莊，然後去了解一下客家的真正的文化，然後再去研發把這個客家菜推向國際的這樣的一個概念。所以慢慢的我們就會用很多的元素，加上我們客家很好的醃菜的一個元素，把它做出推廣，然後去更深入了解客家的文化的一個特質。我覺得你是一段像一個軌道咁樣，一直要推進，一直推進到你客家文化傳出去。那我可以問你比較心理層面的，你是因為要請那出菜，請那種米線請到你有很急切，很會難過過？其實有的，對，其實有一些的，就是早期阿婆宴的那個菜脯，然後其實這種就是要等待時間，對，你可能要放1-2年、2-3年才會嘗到這樣的一個美味，可是它是自然發酵的東西，這個才是好東西，所以我有時候會很感慨說，為什麼沒辦法把它戒下來，現在已經慢慢流掉了，那在卸下來的小朋友，我看整個都沒有了。對，所以最擔心的就是這一個。那你以後有什麼計劃嗎？繼續把客家菜推得更好，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好吃的餐館開得更讓我們客家子弟能夠大家共享盛舉。對，而且除了這之外，老師傅你剛才有講到，你還會聽述其他嘅客家子弟哦。對，大家一起來要幫助他們。對，打拼。飲食文化係人類生存、老成發智慧嘅累積，一個專業嘅總廚師，做睇實忙嘅寵食設家，對研發創新，每天從愛親身去做。老太哥將佢對料理嘅熱情，老奇香曲辣嘅川菜，融合嘅質樸豐富嘅客家料理，用當真嘅手藝，變化出本人看得上嘅顏色嘅好料，突出料理都係風景。
加点蜂蜜来讲出食材嘅风韵老价值。三千六肉质清甜又无奶味，利用好嘅纯好食材过后，口感变到奇翻完整又香扑扑嚟哦。生下来明早带点大家嚟去吃，又吃又无臊味嘅羊肉料理，看下佢係用嘅保留特别嘅美食記憶，還有情感咯呢。來哩，大哥，哎呦，感覺的 OK 了啦，太上火了。没有，当然药材也不用赶凑啊。你们做厨师一定要这样做吗？没有，这是自然现象。哦，被酒精挥发掉，等下就我们吃点哈。是的。民族哦，很可以了，屯天是去按讲的。这里哦，按字噻。唔係啦。有都要老畢業，還要去迪化街給老畢業買。哦，係啊，都前面嘅啊。哇，呀，過年怕懂你哦。唔怕係哦，要年貨大街恐怕開始啊。你看哪裡？咱講。壓力。土真熊太高，苗栗太湖客家人，同熱情對主食堅持上熟的記憶度，阿爸留下來嘅美國印象。韓國嘅料理，抗有對家鄉嘅情感，還有掛掉木下人嘅面思，簡單樸實，三唔會因為時間變通，係做得本精神人，然後出裝自體，心心念念嘅好明星。民族最要見一見。我最要見哦。哎，劉老闆。你好，我過來啊。好嘅，你好。劉老闆，又要跟你買這個羊肉爐的藥材，這樣。是。當歸、樂地。當歸怎麼講？熟地。熟地。味角、甘草、枸杞、沙薑、大茴。是，对，没错。哦。這些比例也是老闆挑嗎？爸爸頭擺有留下來嘅肉蛋的啦。記得用1、2、3、4、5、6、7、8種，好剛好。這個我認識，這是當歸，是，味道很濃哎，是，好香哦。哎，那這個呢？這是什麼？川芎。川芎哦。是。哦，甘草味好重哦。它可能味道會比甘草更強烈。這個呢？熟地，這是什麼東西啊？這是一種叫生地黃的地下金塊，然後我們地下金塊，對，就有點類似像地瓜這樣子番薯，有沒有？然後我們採收之後再洗淨，然後再用下去蒸製。對，這個是甘草，哎，這是甘草。這個是是什麼？它是把跟蜂蜜一起炒製，炒到收乾為止。為什麼要炒蜂蜜啊？它可以中和甘草的那個藥性，而且讓它去掉甘草本身的一些涼性、寒性。對，這個是沙薑啊，沙薑。我們料理要借它的味道，去讓那個肉的味道比較豐富一點。肉桂。OK， 是用肉桂皮了，對不對？桂樹皮。對。而且你還這個特別厚哎。厚的話，它的味道會比較香，比較濃。那大白魚就是去做料理的，很常用到這個，可是比較少遇到那麼厚的。這個大概都是做香料啦，如果我們一般要用的話，是會用更高等級。了解。柑橘，這個大家都知道了，柑橘、八角，這都很常用。但是這個重點是。大哥，你的爸爸祖傳下來的藥方是不是？對啊，特別不搞做血用嘅呀，一直都有在，你還要用做下肉鹽嘅呀，所以附近嘅人啊，當下兩個買個用去燉，哎，如果隔個呢肉包本機啊，了解。所以這用都要用起啊生年呢。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才是重點，除了老闆你賣好的藥材之外，重點還有是傳下來的藥方。哦，係啦，嘟好有安尼機飛啊。在文獻機講，發現當到故事就講出來有關羊肉對人體嘅好處，然後羊肉算作係補營養、熱血氣嘅食物。
用毛香样嘅药膳老羊肉搭配来煲，又做到毛香样嘅食补效果。还要准备好些，继续听泰哥来啲买羊排。祖先后人对食材嘅坚持，係做出各種好美食嘅結構。好，泰哥，這成買好嘅肉菜，然後羊肉，今日下提出料理，我講嚟做乜嘅？係啊，嚟做羊肉煲。羊肉煲係冇？係啊，羊肉煲。好，今日我要嚟做咧。先中要點樣嚟講嘛？哦。講埋拿嚟切。按太過咯。係啊。按用一煲係冇？砍的就做得嘞，因為又沒必須嘛，唔是當刀工嘛，腰都安尼破一兩百，唔是啊，安尼砍的最好誒，就睇到呢哦。其他係要去煲加下，冰落去也係講，唔係要炒加下用嘅。炒加咗用啊，炒嘛用，姜嘛用掉誒。過來呢，過來做甘蔗，你看你冇是味精咩，用要天然嘅，落去煲，做加嘅甜分，較甜嘅，較甘啦。啊，特別都做嘅客家嘅風肉加下，要用甘蔗落去，試下天然嘅甜味，各位冚啊，落去冚啊，米絲上會照出來。要甘蔗條裝的篤嘅。好，然後我來了，吃過好冇？真嘅。係啊。做得冇？做得啦。生意哦。好。你有這麼緊張是不是？我害他那麼緊張嗎？嘿，到位。最好啊！表下要出口來，重點就會講米絲散口來，加下再有慢慢走出來就好些。強哦，可能就低呢哦。還會強緊張的嗆了，天炒。真嘅哦。那上一步咧？上一步我們做了炒呀。用牙嘅。老啲啊，姜下炒。先用姜嘛煸嘅。哦。用麻油係嘛？煸好嘅，然後嚟炒，就用黑麻油啊。無麻油炒姜嚟講，你用開一炒。麻油老姜嘛，就像我剛剛比喻的，志明跟春嬌嘛，一輩子不能分開。絕配。單獨一個就沒有那效果，對不對？係啊。都得要加幾句嘅咧。睇啲嘢比學嘅嗨啊。學嘅嗨就好。差唔多3-4分鐘嘅。都得要出料理它的精華，有什麼是不可複製的？一套料理哦，佢冇乜個當繁雜嘅刀工啊，一條乜個火候控制啊，它最重要就是你加個藥材啊。哦。藥材嘅配方哦，關係到好不好吃。泰哥，哎呦，干做的 ，OK 啦，太上火了。沒有，當然藥材也不用趕湊啊。你們做廚師一定要這樣做嗎？沒有，這是自然現象。哦。比酒精揮發掉，等下就我們會處理啊。是啦。你要煮幾個喂？差不多，差不多。我冰豆腐地肚，下邊凍豆腐，高麗菜，用下落去。係啊。好啦，好戲在後頭。經過複雜嘅工序過後，老表炒過嘅羊肉還有配料，還有菜、米酒，用下冰到30度去燉。泰哥講。一鍋羊肉煲，至少要2點鐘客家嘅時間4煲來燉，到藥膳嘅精華完全融入，將做得香酥甘甜又濃嘅煲湯米絲哦。等嘅時間，咪做唔得打掃，隨來學做另外一個料理配羊排。泰哥也早晨買咗來一個羊排嘅部分，係啊，跟下嘅按用嚟處理。以後準備要把它醃製，我拿了許多滷的米湯。等我先切的啦。好。有冇？一斤肉分幾多誒？一斤骨頭分幾多肉？有冇？太甜。有冇安尼？一塊分好了。哦，真嘅呢。就像泰哥剛剛講嘅，叫湯用肉較多、較盤嘅嗬。係啊。哦，真嘅咯，肉按牛有沒有？端看得出來，看它的油花啊，然後加個紋理的分布，可以了係一個當醬嘅排。好，咁按牛後生幫我來聽聽你這點切哈。好啊。幫我來切了。你切來當順，你會發現你其實冇切到骨頭嗬。哦，佢嘟嘟好一粒呢，而且佢切起來啊，嗬。因為夾嘢特別冇乜嘅筋。我所切係一當順哦。像係刀工按後生嘅你。沒切到不錯啦哈，做得嘛？做得。呀香哦，沒烤出多呢哦，沒會煮死的呢哦。我覺得大白眾普師都在那邊虧我，其實要講簡單啦，因為要給他冇乜個筋都料到邊嘅。我說其他行業就算是我拿吹頭就不會切啦，唔會硬強，不是我的問題。就按鈕端，按鈕一堆就好些了。
加啥过来咧？你讲我卤的包用嘛？个卤的酱料。因为遐用台湾的口味吼。对。不过用新疆的那个孜然的味道。哦。好，一边来做一边讲好了，好不好？加个姜毛我看啊嘛。姜毛切片的这种。不切，挨了切。你做得了你切啦。安样好吗？吉普的咧？泰铁猪做的。哦，安尼就差不多啦。好的，加行个表嘛加，葱头。系啊，葱头那表落来。好，表一个葱头。加啥过来？我表嘛加。过来，做同个羊排那表落去。羊排表落去卤。第一排看到用那个塑胶落的卤哦，为什么？因为塑胶落的吼，很多去做一个动作很多。马杀羊，因为没马杀鸡，马杀羊，大家都用按摩鱼嘛，按一按个味道较入味，都较方便。用那塑胶落的打落去，马杀羊啦，唔係馬殺雞呀。對啊。加個玫瑰鹽咧。玫瑰鹽差不多不用些許，這裡的大概1/4葉珠拉的啦，一鹹的鹽。玫瑰鹽較鹹嘅嘛。係啊。加啥個就不用加嘅嗎？孜然粉。哦，孜然粉，不用幾多誒？太甜的啦，些許，因為它很靠剛好在補強啊。哦。自家又在補強。哦，很強哦。係啊。加就比到米頭當葱嘅咧。當上吼。你要中原，中原台湾看我用到安的香料，所以你用在我们餐桌上哦，它特别啊。有一些異國料理的感覺。那葡萄酒咧？葡萄酒，迄前頭一隻步驟都搞落去，做係馬沙羊的吧？做乜解唔用米酒頭？米酒頭。呀，迄算较西式料理的东西咩？欧式啊、意式要用。又变到有主题吧？刚都新疆哎。哎呀，所以就世界的異國料理呢。好，剛清杯麵又轉到台灣來啦。係啊，但世界人都台灣。又轉到台灣。台灣人啲食啦，客家人食。好，我不用幾多誒。些許到好剛才我講好。好。過來，唔會追唔怕，過來。成本挺高的啦。好咧，做得咧。做得。係啊。做得給我加一些那個孜然粉。做得了，加強。希望用加強落去一排較針哦。加強。你看俺用來可以就啲，一當條。用铝箔紙啊，你去烤吼，那個汁比較會保留。那個烤肉架烤就澀糟的呀。馬沙羊，你那塔起來有冇？哦，錯嘅。原來哈，米絲粉弄太圓的喂。係啊，個金嘅，因為個葡萄汁它就會印出層阿姨嘛，個葡萄酒，跟很多那金嘅，那個面，安尼是圓的呀。好，我挨了吃看呐。你做吃看呢哦，來啊！有空氣哦，甜盆盆啊。啊，對吧？是啊，來一之後呀。你盆呢幹嘛用咁色？哎，用先。你均勻一下。大家有學到嗎？每次就用嘅盆呢比老哦。係啊，傳統嗰種盆。傳統，該做乜用？因為西方人有那個低溫熟成嘅嚟嘛，但是用台嘅，台以後用啊。所以嗰度而叫那醃嘅呀，你用盆嘅就全醃唔到嘅呀。做得啦。係啊，你醃，你看，你睇得嘛，醃嘅個米頭唔會走得啦，你醃乜盆嚟？這就是重點了，米頭係要下熟的，唔會生可以。用盆呢，它冇噴法，就開放式。係啊，要有撇布嘅呢。有撇布，好，按照英國太監的有好多。再接下來，我來馬沙揚一下哦。按摩哦，馬沙揚一下。就這樣呢，你要按摩哦，給它肉質嘛，它有彈性。它有彈性。好嘞，邊有一些縫縫哎哈。一些些的幫你看一下，邊這樣呢，有沒有一點點變色了？做得破呀哈。差不多前後是比較到3點鐘，然後等3點鐘以後，你泡茶，哎呀，泡一下茶3點鐘，再開始來烤。好的東西值得等待，然後比滷3點鐘，來3點鐘。3點鐘較好啦。好。有機發講，慢
工出油法，料理咪係中央，時間係研究出來好味絲嘅根本。如果後嘅羊排老姜麻，酸嘅姜下，個冰豆嘅紅葡萄酒，孜然粉來調味，下泡子裹起來，送入配上肚，就等煮好來食了。不是不，按好的天時地度啊，食下嘅羊肉，一天都做嘅對身體都好哈。哎呀，當然啦。哦，寒天來食天氣好。而且啊，人家嘅羊肉煲已經煲喺2點鐘鐘誒。哇，老婆一天時啊，用冷少少嘅，我就來先來補一下了。好啊好啊。又嘅湯係醬哦。帶皮較好係嘛？點解買個中藥嘅藥材當好啊？全部都較上等級嘅。來補一下。來。雖然你可以已經補當到誒。營養啊無欠啦。營養佢無欠。當上哦。也嘅啊吼，很有菜嘅比例調來當好。係啊。米絲食材上癮。也應用當多年啊，然後又甘丁過嘅。很少嫩嘅味道哦，而且啊都要同地度，食得到嗰種羊肉它特別的鮮味，唔過呢食唔出羊嘅壽面。從來之間有一些講嗰種羊壽面嘅人啊，也嘅食得唔會羊，試一啲嘅羊肉，我刮定皮色。係啊，刮定皮色。好 Q 哦！佢肉質用嘅俾佢中藥嘅味當甘味啊。真嘅。係啊。而且啊，佢嘅羊肉真嘅一些壽面都冇。嗰個啊，佢都會保證有嘅特別嘅紅肉菜啊，走啲爆香下高香。所以我講，食下嘅羊肉啊，小嫩，你帶有一些嗰種紅肉菜嘅香氣。係啊係啊。而且經過時間經過，變出一煲啊係羊肉嘅精白。真的，而且保證冇羊壽面哦。係啊係啊。大哥，真係講嚟嘅好冇？燒烤羊肉排。哇，大家啊，你有最關於了甜的啊。加油花烤過都會甜啊，係啊。來，你們吃過吃看。好啊好啊。新疆的孜然香味哦。唔錯，誒，做隻歌加一些嘅孜然粉。做隻加強。希望用加強落去嘅吧，我知冇。加強。你講硬用嚟下佢到啲，你當條。你用牛脖子啊，你去烤吼，夾個汁比較會保留。那個烤肉架烤就澀糟糟的呀，所以你做來烤出來結果會截然不同的口感。唔錯，而且啊，真嘅，可以好食羊肉嘅你啊，按羊來煮，你會被它吸引到，因為夾個羊肉米含菜，各位呢加一個孜然粉，真嘅係畫龍點睛，然後夾個米絲想出來誒。可以感受一下，可以新疆那邊的那種口感，他們沒有青菜哦。羊排又豐富，唔愛食，口感鮮嫩，甜甜的臭，還有豐足嘅味韻停留啲後連頭。硬肚連皮嘅羊肉，留紅肉菜嘅香氣所吃，湯頭太白又濃，真正滿足嘅愛咬到都市邊背濃嘅味道。唔過講到廣州種啊，睇個公司之類啦，客家人啊，你看趕你，而且亞種羊肉很少嘅，就像客家人當時有些牛啊，也係羊比較少。咁你用版會想講，都係點好，而且特別都推得呀。因為頭擺我他們骨種嘅年紀較唔介意食當多羊啊，因為爸爸對食羊嗰陣有啲會心氣啊，所以就一直食羊啊。所以迄兩個都出社會後，就出家去做學徒嘛，做好廚藝啊。很多年來，去過北京工作，遇到米糕，真係還想生根在台灣，所以請來點點就可以。做到做一年都講，客家在大部分都俺媽媽屬米啊。唯一想到，嗱爸爸媽有啊，後擺要羊肉，做到分享我要年客食啦，嗱你買羊肉，切到邊都買羊肉如好食，愛黏味啦。所以你買來，然後嘅佢反應你咪當好啊。對，而且啊，你講嘅清楚，有的時候特別係佢都上市地度嘅，係講客家傳統嘅話，有一些不管係客家人，也係不是客家人啊，他進來都要找那些傳統的、傳統嘅鹽米。他偷剔啦。他菜地嘅米頭。係啊係啊。剛才問哦，從地方啊羊肉，我剛剛嚟
世界就天天问讲，不本想起爸爸冇，你哋下做呀爸爸有食讲冇？其實有種爸爸的味道啊，頭擺去煮的味道啊，因為爸爸冇錯的啦，哎呀，是哦，說到了應該我有一些心得哦。還好啦，時間多誒，是講也係回應啊，爸爸有考慮咋，也係一種思路啦。謝謝剛剛石東陽，就從來真是都很有感覺。我看着你拿那個小紙條啊，我其實一開始你是很剛好，就對慢慢的去感受你的特性這樣子。這個字條當中，董총就會，你嘅爸爸傳本身以來，有一些是傳個家財萬貫，有田有山有地。咁唔過呢，董총你爸爸留本呢，就會給一條用誒，是一個傳家寶，傳本你都兩個書紅來。係啊。做起來就像人講誒，就料理有情感。哦，係啦，人家在不做料理，如果廚藝一種很多廚匠，一樣菜你對料理後，本也是有很多廚匠，像鞋匠、木匠，你可以做個頭裡面，你根本同人感情，同人個藝術融入落去，整個情感融入落去，你做很多那種廚藝的工作，也比較藝術性的，唔係講實體就算了，你都感受到客家人的一種文化，而家都融入頭擺歌上，從市場買來同來頭擺做有乜個感覺冇講到，係幾有故事的。真嘅。土太公一個老感情用念料理嘅種樸實，唔但將老師傅嘅精髓完全發揮出來，更加曉得用神法智慧融入飲食文化。本身唔但將係秘密，更加享受嘅料理人嘅情感老記憶。每本傳承下來嘅羊肉煲，啲流傳嘅歲月地度，聽聽上人嘅香氣老溫度，小暖特殺人嘅心肝。有的東西啊，是要時間去攪、去發、去不去熟成。就像乳製品嘅配方，還有種菜嘅含香，老師傅一手刻美嘅好手藝。老太公啲累積了多年嘅實力過後，老對傳菜嘅心思，還有對客家嘅享受結合融合，啲創作當中揭發出嚟驚喜，還有創意。土太公嘅美國記憶係對阿爸嘅反應來嘅，經過時間嘅交替蔓延，傳承到時速交替過後嘅秘密，還有生命經驗。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週後面先，我哋下禮拜再見。